因为耶和华的确无弃杀伊的百姓，也无放离伊的产业。若毋是耶和华帮助我，就我的身魂快快踮伫冷静的中间。咱来吟诗歌第27首，我主上帝。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哪戆影，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呼噜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呼噜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起立来吟。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即是来启应，启应文第56篇，也是。新约约翰一书，启应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
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流约。都诚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来颁布。无人未看见上帝。即时，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你用深烟做，亲像你会用深烟亲像衫，嵌伫地面。遮的水淹过山岭，你一发，水就紧紧走；你会雷一弹，水就紧紧流，窜到山头，落到山谷，归伫你甲因所定着的所在。愿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愿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至悬的啊！愿要学乐你的名，愿感谢你，你将万项白白赏赐予阮。愿感谢你，阮是你手所做的工，你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了阮，搁将开分入来阮的内面，成做阮的灵。你的灵伫阮的内面，你照着囝儿来承接。你一切的丰盛，互阮会当来荣耀你、见证你，伫你的面前有满满的恩典，也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何等的荣耀、圣洁、善良的主啊！阮心实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要得到恩典、怜悯、圣神，成做阮随时的帮赞。即时，阮需要你的光照阮，来显明阮的罪。毋敢当面的罪，也是轻忽的罪，拢求你，互阮看见，教示阮，互阮通悔改，拯救阮。阮也要为着疫情来祈祷。即届疫情虽然已经要将近3年的时间，病毒也一直伫咧变种，求主的怜悯。阮为着全地，为着台湾谦卑来祈祷。阮要来祈求你的面，因为你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要互阮日后有指望，所以阮相信你要对天顶来听阮的祈祷，你要赦免阮的罪，你要来医治即片的土地。也为着阮的教会有几个家庭确诊的来祈祷，也求你的医治。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因为耶和华你是阮的牧者，因为你甲阮同在，你的锤、你的管拢安慰阮。阮也为着郭牧师夫妇这2礼拜休假来祈祷，也求你保守因，无论到伫倒落一切平安。你甲阮讲，恁着恬恬。就知我是上帝，这是你教示阮的，要互阮伫咧你的内面安静，要重新得到快乐。
也为着9月份开学的学生来祈祷，无论是伫倒落读册的，伫原本的学校，也是到伫新的学校，主啊，求你伫功课顶头，想赐予因智慧，伫信仰的顶头，也无离开你，无受到世界观的影响，会当轻调你的话，会当行你所欢喜的事。阮也要为着袂当来到阮中间，三甲敬拜你的兄弟来祈祷，无论是出外的、工作的，也是互代志地盘的，也求你甲因治地。只是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学老请圣歌队今日咧吟的诗歌是挂马快乐唱歌。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记载伫个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11节。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11节。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所予伊来指示伊遮个奴仆的，就是要紧紧行的事。伊就托伊的天使去指点伊的奴仆约翰。约翰就是将上帝的道甲耶稣基督的干净，既拿伊所看见的来做干净，伊若读甲听遐个参语来守其中所记载的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约翰寄批予亚细亚7个教会，愿恁得到稳定平安。对迄个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也伫地的，以及对伊作为前7个神，佮对耶稣基督就是忠信的干净。世人中头一个活的地上遮个王的主宰，伊听咱用伊的话偷放咱，脱离咱的罪，要互咱做国，做伊下爸上帝的祭司。愿荣光、权能归伫伊到代代，阿免。伊坐云来，正目睭要看见伊，连错伊的人也要看见伊。地上的族，拢要为着伊来提靠，实在是安尼，阿免。主上帝讲：我是阿里法，阁是欧米伽，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的是全能的。我约翰就是恁的兄弟，三角有份伫耶稣的患难，甲伊的国，甲伊的吞忍的。为了上帝的道，甲耶稣的干净，把踮伫一个海岛，名叫拔摩。伫主的日，我互神感动。听见伫我的后面有大声亲像号头，讲：你所看见的，就写伫册里。寄予迄7个教会，就是以弗所、苏米纳、北加摩、推纳、推勒、撒地、腓拉铁菲、罗底加。正道要请张牧师，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请看、请听、请喙唱，心河来敬拜。来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稳定，阮当做伙聚集伫圣殿，阮今日要来敬拜你，阮要来敬拜你。求主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鼓励，成做阮的安慰。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我记得伫我2000年受洗礼时，教会送我的圣经上有一段牧师所写的经文，就是这段。是安尼讲的，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所以伊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我当时真正看无这段经文是啥物意思？啥物是上帝已经将咱人所会当知影的显明伫咱的心内？因为上帝已经咱来显明啊。即马我慢慢啊体会，慢慢啊了解啊，这段话的答案伫后一节的经文。是安尼讲的，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诚信，虽然肉眼看袂到，毋过通过受造的面，会当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当提责任。咱的确看袂到上帝伫倒位，伊嘛无强迫爱咱去看见，还是去敬拜伊。但是伊伫即个世界留落真侪的线索，就是照着伊所创造的万物来了解。搁来看见伊的真实，咱来看几张相片，这是我教会长老伊所翕的相片。咱透过这创造的迄个万物来了解、来敬拜这位上帝。这都是昆虫吼，大家会当斟酌去看，拢真特别，拢真水。
可能大家拢无安尼斟酌去看遮个物件、遮个昆虫吼，但是大家去看，拢是真特别。毋知影有偌济人会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来惊叹即位造物主的奇妙可畏，感觉真，大家拄则咧看，感觉真安尼真特别的举手，即创造物真特别的举手。当咱忽略万物的受创造是偌尼啊奇妙，是偌尼啊奇妙的事，咱自然会忽略迄位造物主，咱真自然会忽略迄位造物主。咱来看后一节经文所讲的，伊讲虽然因虽然捌上帝，也无尊重伊做上帝，嘛无甲伊感谢，耶稣想反倒变做空空，心思愚戆，充满黑暗。这三节经文写了实在真生动哦。咱嘛试着用这三节的经文的脉络来看，来解说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启示录的经文。毋知影大家敢有人对启示录是真有兴趣敢有？还是对启示录安尼真熟悉的？还是看到启示录是真欢喜的敢有？当我每一届读到启示录的时，我的心的确真欢喜、真兴奋。但是我的兴奋，毋是我伫启示录的经文中，我有偌济的领受，我有偌济的我的感受，毋是，那是我真欢喜。我又搁甲圣经读过一摆啊，读到启示录的时，我真欢喜，毋是我有真侪领受，是我又搁读完圣经一摆啊。因为伫我的直觉内面，我总是感觉启示录的经文真好了解，比用启示录的经文来讲道，搁较是真挑战。当我咧备办讲经的时，我去看关于启示录的册《天启的雷声》伊安尼讲，看到一位牧师伫带读的话，这是伊读启示录的感受。伊安尼讲，伊讲读启示录毋是预测历史甲未来的震撼，那是生命的触动甲体会，毋是得到拍开未知奥秘的密码，也是锁匙，那是对生活的连结甲感受。我看到这段话，听起来敢若启示录毋是离咱真遥远啊，颠倒是一部真温暖、佮靠咱真近的一本册。这段话的确嘛拍破我原来对启示录迄个真好了解的刻板的印象。这本册的作者伊安尼讲，讲启示录每一个信息，拢会当伫圣经的前65卷书找到。启示录无增加任何新的实质的内容，伫福音书内面的真理就已经真超全啊，已经对耶稣基督显明启示出来啊。伫即个主题上，启示录无增加任何新的见解。这段说明启示录毋是新的见解，也是甲圣经的前65卷书是无关系。这段话，互我感觉。我对启示录是放落我的心房，因为我对启示录的防卫的心真重啊。我总是感觉启示录是在预测这个幕后的世代要发生的代志，总是感觉爱真厉害的牧者才会当用启示录来讲道，佮讲了真好。咱来看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安尼讲，伊的起头安尼讲，这是耶稣基督启示。上帝予伊即个启示，爱伊将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指示上帝正仆人。基督有差遣伊的天使去指示伊的仆人约翰。约翰为着上帝信息甲耶稣基督见证，就是伊所看见的一切来做证。约翰伫启示录中所写的，其实只是甲上帝的道、甲上帝的话、甲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伊所听见、伊所看见，甲伊写出来。所以启示录的预言，毋是咧预测未来，乃是咧宣告主耶和华安尼讲，宣告主耶和华安尼讲。伊毋是咧预测未来未知的代志，是咧
是咧宣告主耶和华安尼讲。启示的意思就是掀开的意思，掀开主耶和华就真肉体、真做人的奥秘，但是必须要有人行向前，甲伊掀开，才会明了。譬如讲，我来举一个例吼，譬如讲，迄个航路顶有一鼎萝卜，两人行入去厝内，发觉迄个灶骹内面有浓浓的迄个香味吼。迄气味实在真诱惑人吼！大家开始在想，这个鼎里到底是放啥物好料呢？大家问别人吼，问身边的人，但是大家的猜测拢无共款的。最后要安怎知影这个航路顶到底是放啥物呢？最后大家行入去灶骹，行向前，甲伊掀开啊！甲伊掀开啊，掀开，想要亲目看到底有啥物。当迄个鼎掀开以后，即个萝卜内面的迄个材料就真清楚啊，就真清楚咧放啥物啊吼。对原本的猜测，就是人真远咧看、咧听、咧闻到，佮愿意行向前甲伊掀开以后，就真清楚啊。启示录就是安尼，进前读启示录，我远咧看，远咧听，远咧闻迄个味，但是我毋知启示录是啥物。但是当我愿意行向前，甲启示录掀开来看的时，我就会当明了啊。但试着来掀开这段启示录的经文，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圣经讲。我约翰写批，互亚细亚的7个教会，讲愿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嘛存在的上帝，甲伊造为前的7个神，以及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基督是忠心的见证人，头一个对世人中国活是地上君王的主宰。伊听咱为了咱流血牺牲来讨帮咱脱离罪。大家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有出现三一的上帝啊，有出现上帝，有出现7神，就是圣神啊，以及耶稣。所以咱所信的就是三一的上帝啊。佮用三个名称来互咱认识这位道成肉体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互大家有看到吼。第一个，忠心的见证者。耶稣就是为着对上帝来的真理来做见证。耶稣是为上帝真理来做见证，耶稣的死是对伊坚定不变、坚持做见证的结果，伊直到死亡。亚细亚的基督徒伫迄时，这是西元80年左右吼。亚细亚基督徒伫要进入受迫害的时代，约翰所写的耶稣是忠心的见证人，嘛是伫勉励、鼓励当时的基督徒。坚定为耶稣做见证，毋免惊吓受迫害。这是上帝爱约翰写批，互当时的基督徒爱勉励因会受到迫害，但是爱坚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就是迄个忠心的见证人。第二，对世人中国活的迄位啊，如果忠心做见证，会直到顺道死亡，但是信徒要是必须记得，耶稣这位见证人是大声对死来国活，国活的基督，伊拥有至权掌权的权柄，忠心的人嘛同款要甲伊做伙来掌权。第三，世上君王的主宰，耶稣忠心顺服上帝来死，是大声对死来国活，嘛借着国活来证明伊无罪。当伊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时，显明出伊的能力是赢过世上君王啊！所以伊是世上君王的主宰。这段经文启示的就是这件代志，就是耶稣这件代志。我请问大家，启示录第1章所显明出耶稣基督这3个名称，忠心的见证者，对世人中国活迄位，
世上君王的主宰，这是新的概念吗？这毋是新的概念呢，这是伫4本福音书内面就已经讲了真清楚啊。这毋是新的概念，所以启示录毋是新的代志，是讲以前主耶和华讲啥物。约翰甲伊宣告出来，是要做啥物？就是要扶持、要鼓励当时的信徒，因为因得要进入为着相信耶稣而受到迫害的时代。所以约翰提醒信徒讲，耶稣基督已经为恁行伫头前啊，佮照着死亡甲国活行往得胜的道路啊。所以耶稣爱咱来相信伊，爱咱来跟对伊，这是受迫害的道路，但是更较是荣耀的道路，更较是得胜的道路。这是启示录这段经文所鼓励当时的基督徒，我相信嘛鼓励咱迄时咱现在的基督徒。大家毋知影，大家有记得伫箴言安尼讲，箴言讲智慧咧向咱喊话，但是也是需要咱去敲找智慧。用同款的道理，咱拢听过不少圣经的话，嘛拢看过伫信仰上真有见证的基督徒，咱拢看到、听到，但是当时咱嘛爱真做迄个行出上帝话语的基督徒，行道的基督徒呢。我去过缅甸2摆，我读神学院的时去过缅甸2摆，缅甸吼。缅甸这个国家看起来是比台湾相对无遐尼发展的国家，兼且嘛毋是大家出国旅游的第一个选择的国家。有去过缅甸举手吗？应该无吼，因为毋是大家第一个选择嘛吼。但是我到缅甸的时，我却感受到这个缅甸的百姓。伊有上帝所赏赐的真大祝福，大家晓会到是啥物祝福吗？对比伫出生伫台湾的咱每一个人来讲，我迄时接触到的缅甸的百姓，拢是非常的单纯，非常单纯的非常单纯的迄个一群人。咱来看。我去2摆吼，第一摆我全家我甲我太太佮我的查某囝吼，当时1岁的查某囝去缅甸吼，咱来看我迄个当地的人的笑容甲因的感情吼。因有真侪无共款的民族，所以因的肤色拢无共款吼。但是大家看因的笑容，看因的感情，咱会当感受到因的单纯。伊拢真单纯，这是我的太太甲我的查某囝吼，甲伊当地的小朋友翕相安尼。这是我第一届去缅甸1个月去实习。这是我第2摆去缅甸啦吼，有一群人吼，咱是福音队吼，去服侍当地囡仔。伊拢有真单纯的笑容，真单纯的感情。因的单纯，互我无遐尼有顾虑，甲因分享我的信仰，以及甲因生活斗阵。因为因真单纯，所以我无顾虑甲因分享。因的单纯，互因咧听见上帝话语的时，因敢若着遐尼单纯来相信啊，真单纯着相信啊。我等下要讲一个见证，因真单纯来相信上帝话的见证。我真正相信，这是上帝互因伫相对迄个欠缺环境中所互因上大的祝福，就是相信就得到祝福。相信就蒙福的这份祝福，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家己咧听到，我听真侪上帝话，听真侪上帝道理，我看过真侪的见证，看过真侪道理，看过真侪上帝话以后，我伫即边去缅甸第2摆去缅甸时，我鼓起勇气鼓起我勇气，行出上帝道。行出上帝话语的见证，
我还记得咧读成伊2017年的12月，阮一群人20几个人组成福音队去缅甸做9天的圣诞医疗短宣的服侍。迄边去缅甸的短宣，我有真侪时间甲当地的迄个学校的小朋友互动。这个小朋友拢真单纯。有一天下晡，我甲一位小女生讲话，就是这个粉红色衣服的小女生伊甲我讲话，伊问我讲，恁会伫遮偌久？还会来吗？我鼓励伊讲，阮过2天就会离开遮，后一摆还会有短宣队员来即个所在，但是可能毋是咱啦，毋是阮啦，是其他的人，是其他的人。虽然阮会离开恁，但是如果你认捌耶稣，你会当向伊祈祷，耶稣不会离开恁。我就安尼甲伊讲。这个小女生真认真听我讲话。迄天暗时是圣诞暗会，阮短宣队嘛爱上台表演。阮表演结束以后，其他时间我嘛伫台下来看表演这是妇女的表演啦，这是青少年的表演我伫看表演的时，我伫台下看表演的时，忽然一个黄色衣服的小女生伊就救着迄个粉红色衣服的小女生到我的身边啊。这位黄色衣服的小女生，伊讲啥物？大家敢知？伊讲伊要信耶稣。伊讲我下晡甲伊讲话，迄个粉红色衣服的小女生，伊要信耶稣安尼。我真惊奇。我的心嘛真激动啊！我对这个粉红色衣服的小女生甲伊讲，我为你做一个决志的祈祷，一个你愿意认捌耶稣、接受耶稣，成做你一生的救主的祈祷。我祈祷讲，主耶稣，感谢你感动这位小女生想要认捌你，求主耶稣成做伊一生的救主。阮短宣队员会离开伊，但是主耶稣，你永远不会离开伊。当小女孩向你祈祷的时，求主耶稣你来帮助伊，求主耶稣你将梦想放伫伊的生命中，带领伊行生命的道路。我祈祷的时，我的心内非常的激动，我已经在流目屎啊！因为我知影，我有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搁见到这位小女生的面啊！我离开迄个所在时，我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甲伊见面啊！但是我知影。我相信，圣神开始伫伊的生命中，伫伊的生命中做工啊，带领伊行生命的道路。就伫我为即个善的小女生祈祷以后，代志还未结束，佫发生啥物代志来？敢知？来敢知吗？还未结束呢。陪伊来的另外一个黄色衣服小女生，伊讲，伊到我的面前，伊讲，我嘛爱相信耶稣啊。我嘛爱相信耶稣，然后我嘛为伊做决志的祈祷。在为这2位小女生祈祷的时，我的心敢若互圣神充满，互圣神触摸，给圣灵触摸了。我敢若开始感受到耶稣迄个疼人、怜悯人的心啊！我伫迄时，我真正有感受到，原来耶稣就是安尼来疼人、来怜悯人。当我感受到这2位小女生的生命，可能会因为认捌耶稣，也是被改变，不过受到这个欠缺的环境的限制啊，我心真感动。我感受到原来这就是行道，行出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传福音嘛。当有人愿意在听道、看道以后，佮愿意开始行道。行出上帝话语来帮助别人，来认捌迄位超找人、拯救人的耶稣的时，当帮助人认捌耶稣的时，这是偌尔喜乐、偌尔兴奋、偌尔有愿望的代志。当时就是这种的心情。看道甲听道以后，当咱愿意开始行道以后。就是愿意开始实践上帝话语的时，其实咱的生命就成做一首敬拜上帝的诗歌。咱嘛要努力，互咱的生命
诚做表里如一的敬拜。兄弟姊妹，毋知影大家敢有想过一件代志，就是咱伫即个世界上诶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一举一动，拢会当诚做对上帝的敬拜。大家敢有安尼想过举手？咱的心思意念、咱的一举一动，拢会当诚做对上帝的敬拜。大家敢有安尼想过？这毋是我家己讲，这是圣经讲的。圣经安尼讲，因为咱靠伊生活、行动、存在，伫四道行传安尼讲，咱的生活甲伊有关系，咱的行动甲伊有关系，咱的存在拢伫伊的内面。所以咱的咧想啥物，咱咧做啥物，拢会当诚做敬拜上帝的时光。当咱安尼做的时，当咱安尼愿意安尼来操练的时，看咱的性命会当诚做敬拜的时，这就是对上帝献上上大的恶乐。最后圣经安尼讲，伊讲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嘛存在的全能的主上帝讲，我是 Alpha 是 Omega。Alpha 甲 Omega 是希腊文的第一个甲最后一个字母，这是代表这位创造主，伊是大先的，是后尾的，是过去、现在、以后永远存在的全能者。大家敢有相信咱所信的上帝是大先的，是后尾的，是不受到空间、不受到时间限制的全能者？大家有安尼相信有吧？有。若是大家安尼来相信的时，咱就会开始有一寡改变。啥物改变？咱若是安尼来相信咱所信的上帝，就是遐尼有大能的大能者的时，咱就会开始建立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咱若是安尼来相信的时，咱就要开始，咱的性命就拿来拿瓦棍这位基督啊！咱若是安尼相信的时，咱看到耶稣坚定为主上帝做见证，咱嘛爱，咱的性命嘛爱勇敢来为耶稣做见证。当咱安尼来倚靠耶稣的时，耶稣的勇敢，咱嘛学着伊的勇敢。我们将无所畏惧，咱会非常勇敢为主上帝来做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检查咱拢听过，也看过真侪基督信仰的物件，亲像听过真侪圣诗、诗歌、见证甲讲道，也看过真侪甲信仰有关系的物件，亲像教会的真侪节期的活动，各式各样教会的聚会的内容甲特会，但是阮有可能常常感觉遐个拢触碰袂着阮的心，拢互阮无感觉兴趣。但是伫今日启示录的经文中所显开，互阮看到甲听到的，检查拢毋是外在的问题，毋是圣诗甲诗歌真歹听的问题，毋是见证甲讲道讲了真烂的问题，毋是各式的聚会真无聊的问题。其实真可能只是阮一点仔拢无愿意互你机会。当你伫阮的生命中拍门的时，阮可能一点仔拢毋愿意拍开阮的心门来迎接你。检查阮对你是毋是搁真搁活，阮充满怀疑。但是请你互阮每一个人一个渴慕，想要认捌你的心，迄份听道、看道以后，开始愿意行道的心。愿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拢诚做美丽的诗歌，愿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诚做口唱心和的敬拜，愿阮的性命拢会当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咱来吟圣诗128首，主耶稣我的主。主耶稣我的主，伊对死，搁活担做我的主。
万人着拍败，万民着宣告，基督是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就是来应答上帝的话，奉献请秀珠执事甲嘉慧执事。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在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请约翰为着上帝的信息，甲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伊所看见的一切来做证。读这本册的人真有福气，听见这个预言，佮遵守册里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时机近啦，启示录1章23节。约翰为着上帝的信息，甲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伊所看见的一切来做证。读这本册的人真有福气，听见这个预言，佮遵守册里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时机近啦。启示录1章23节。约翰念神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1章2到3节。咱报告，咱来看今日关注家训。感谢张牧师今日用上帝的话来建造咱的灵命，也请兄弟继续为着北区的大专学生事工来祈祷甲奉献。第3点，社区生活学院后半年度的课程，伫个即礼拜二9月13，早起9点半要开始上课，欢迎兄弟来参加。第4点，即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是我来主理，
欢迎兄姐来踊跃出席参加。无论是到伫教会，也是伫咧线顶，拢会使吼。咱三甲用祈祷来建造咱的教会。第5点，牧师甲牧师娘夫妇对9月初8到21是年度的休假。即个期间，若是有代志，请甲小会员长老来联络。第6点，咱教会要伫咧10月23要去桃园，复兴乡的3民教会来举行野外礼拜。每一个人的费用是300块，请咱美燕姐来报名。报名到9月底为止吼。行程请咱来看周报的第5页。教界的消息甲大岛的生活，请咱家己来看。澳洲的讲题是新学生杨伟成老师。澳洲的事奉，书会是思宏长老，主琴是圆圆姊妹，甲婉君姊妹。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水川长老来补充。咱今日是北区大专时间纪念主日吼。咱真欢迎张牧师吼。张牧师即卖是伫石牌教会牧会吼，伊第一遍来咱教会大家分享信息吼，所以咱嘛用热烈的普发声来甲欢迎。拄则美容长老有报告过吼。牧师甲牧师娘是伫9月初8到21吼，是休假吼，所以即中间吼，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吼，咱兄姐免客气来咱遮小会员来联络。若无咱拢有耐吼，咱教会有耐伫面顶来耐原来是无要紧吼。所以咱请咱来注意即个代志。以上补充报告。咱煞接是公道吼，真拄好吼。咱今日大岛的事项第一件是要为着咱牧师娘来祈祷吼，嘛为咱的牧家啦吼，咱牧师娘原来前礼拜吼，原来较紧吼，所以即嘛当体力的恢复中吼。牧师娘伊最近有一寡合唱团也要演出吼。牧师娘家己有要因也要有演唱吼，所以咱求上帝保守吼，伊会当紧恢复体力。阁有咱的牧师公，也就是牧师的爸爸吼，伊前无偌久即个肋骨有手术。所以咱求上帝保守伊的即个恢复真好势吼。咱的牧师妈，也就是牧师的妈妈吼，原来前无偌久，原来有较紧吼，所以求上帝保守因为年纪有较大吼，所以阁咧无闲吼，所以求上帝保守互咱的牧师妈原来会当身体健康。阁咱的牧师娘的爸爸。就是嘛是咱着爱叫牧师公吼，是陈牧师吼。陈牧师过去真拍拼伫咱教会时间吼，所以伊是即个有中风所以伊伫即马拢咧继续复健中啦吼。所以咱拢会当加减拢有看到伊有来到咱的中间，但是可能较无法度表达啦吼，即个有伤到即个伊的读课的即个语言的神经吼，所以较无法度表达。咱求上帝保守，伊的即个福建一切原来平安顺遂吼。牧师妈就是牧师娘的妈妈，伊即马搁伫无用伫幼教吼，伫幼教的即个时间吼定定着爱走来走去吼，求上帝保守伊平安吼。这是第一件咱公道的事项。第二件吼，咱也为着即个咱的目前吼，搁伫咧高峰期的即 COVID-19 的即个
变种的病毒啊，就是迄个BA.5啊，即个疫情吼，即马还佫当咧流行啊，所以咱检查大家看，今日毋是细阳即事会吼因为细阳是昨昏上昨昏吼，昨昏讲较近啦吼，咱事情呢，嘛是请咱的远征紧来代打吼，所以咱感谢主啦吼，互咱教会吼即个兄姐吼，咱的同工大家拢无提示吼因为咱尤其这段时间吼有真侪咱的兄姐有确诊吼所以咱这事工的推行，咱嘛袂使终止啦吼，咱袂使断去吼所以有咱兄姐同工拢无提示来继续为着咱的这个事工来服侍不过咱嘛是着要为着这个 COVID-19 的疫情来求主保守，互咱台湾伫过去有遮尔好的成果吼，但是咱伫最后这个阶段，最后一里路，咱着要甲行过所以求上帝保守互咱会当真平安来通过咱的这个COVID-19 变种病毒的这个高峰期，互咱会当紧恢复咱正常的生活来祈祷第三咱嘛为着咱的这个北区大专事工这个事工来祈祷因为这个事工是非常的重要是要培养咱整个咱教界这个咱栋梁啦，会当讲这个青年伊个信仰所以咱求上帝来保守这个事工推展真正顺利所以咱即时请咱起立，为着这3项代志，咱来祈祷。那个做到这些，阮感谢你，也互阮伫今早起的做伙会当有你的带领，互阮通过张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互阮搁一遍了解，启示了，其实是离开阮本关做当叫你保守感谢你。全能的主，阮感谢你。这时外头虽然落雨，可是阮嘛要感谢你，因为你知影阮台湾的欠缺。当阮伫欠雨水的时阵，你就适时降落丰盛的雨水伫阮的中间，来润泽阮的田园树木。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听阮告急。到这时，阮也要为着阮的牧者的家庭来求主带领无论是阮的牧师的身体健康，阮牧师娘确诊了后对着伊的合唱团的表演，这个事工会当继续做较美好，来求主保守，也恳求你带领，无论是阮牧师娘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阮牧师的爸爸妈妈，求你保守，互因会当健康平安。这时，阮嘛要为着 COVID-19 的疫情伫阮中间进入高峰期，来求主来带领人民，求你也保守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属下所有阮的各部门。因伫久长为着阮防疫来拍拼，求主继续保守，互遮个人员，互因会当持续有健康的身体，并且会当坚守岗位，也来守护阮台湾这个美丽岛。但即时阮嘛要恳求你，要互这个疫情会当紧来通过，互阮遮个台湾全体百姓
以及阮的兄弟姊妹，阮会当遵守疫情指挥中心的防范的规范来防止这个变种的病毒搁再来侵犯阮。假使阮有受到确诊的，求主保守，也互因紧恢复健康的身体，会当紧紧来到阮的中间，来甲阮共同敬拜阿罗尼。阮嘛要为着北区大专事工的推动的事工来求主来带领，求拜上帝保守即个为遮个伫来到台北读册的遮个青年学生，因的信仰造就的即个中心求主保守，互因会当搁较做美好的工伫遮个学生的中间，互因伫少年的时阵就会当搁较坚定因的信仰来跟底主耶稣基督。这是阮所求，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最后补充报告咱今日有几位久久无来参加聚会，咱的兄弟有转来咱的中间。咱希望讲伫疫情高峰渐渐过的时阵，咱的兄弟会当个紧紧转来咱的中间来大家共同伫遮敬拜所以因为有几位伫遮就无一一介绍，不过感谢上帝带领无论是出外的，或者是较近的拢会当伫今日转来咱的中间求上帝保守大家咱来念上用的诗392首，上用刷请牧师祝祷。请大家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引带、甲众人同在，对即时到永远。阿们。请坐，麦倒散会。
咱今日小